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偈，分享一下我喺教育行業做咗1年半左右嘅一啲職場故事，一邊做保鮮花，一邊將身心靈嘅小啟示應用喺生活上邊，提升個人品質。唔知大家平時壓力大或者心煩嗰陣會做啲咩呢？我就會好中意做下保鮮花，喺過程中諗下邊朵花放喺邊個位置，成個過程好平靜，好療癒。創作一份作品同做人一樣，最重要嘅唔係你手頭上有幾多靚嘅花，而係你點樣用你手頭上嘅花做出一盤靚嘅作品。講返我份工作，雖然我入行唔係好耐，但喺接待處真係見盡人生百態。記得有一次，有一個中年女人嚟辦理入學面試嘅時候，程序上我要問佢最高學歷同埋工作經驗，點知我一開口，佢就好似食咗火藥咁。我問佢：請問你畢業出嚟有幾多年嘅工作經驗呢？佢好似好唔耐煩咁樣答：唔記得喎。於是我好聲好氣咁解釋話俾佢聽，行政記錄需要。點知佢突然之間發爛，嘭一聲將一沓好厚嘅、好重嘅工作證明，好大力咁樣拍喺櫃台上面，對眼好似想食咗我咁，好大聲咁同我講：咁我慢慢計俾你睇咯。之後嗰半個鐘頭，佢簡直坐咗好耐喺度填嗰份申請表。接待處嘅空氣真係凝固到好似結咗冰咁。坦白講，其實喺嗰一刻我係好平靜嘅。目標係完成佢嘅申請，等佢快啲完成面試而離開。如果你插緊一盆好靚嘅花，入面突然有一支花開得唔靚，或者有一塊葉爛咗，你會點樣做？你係會重新做個盆花，定係選擇唔要嗰支花呢？或者換個角度，揾其他靚嘅花遮一遮佢，等整體感覺依然和諧？我當時深呼吸咗一下，決定將呢位學員當成一支生歪咗嘅花。我冇同佢駁火，而係好平靜咁等佢填完嗰份申請表，專注做我手頭上嘅申請工作。當我唔接佢呢個情緒波嗰陣，佢自己都覺得冇癮，之後變返平靜。事後我諗返，呢個就係佛教講嘅着相，相就係我哋見到嘅表面嘢。嗰個學員發脾氣拍台，呢個係相。如果我因為佢拍台而覺得佢係針對我，或者覺得自己好黑仔，我就係着咗相，俾呢個表面嘅負面情緒困住咗。其實佢嘅憤怒可能係嚟自於佢嗰刻等咗咁耐先到佢填申請表，填到好唔耐煩，或者佢當日遇到其他唔開心嘅事，我只係咁啱撞正嗰位。好多時我哋遇到麻煩人都會覺得，點解我咁唔好彩？點解周圍咁多衰人？我喺呢個機構做咗1年半咁耐，回頭諗一諗，其實我遇到嘅麻煩友相比起其他中心真係唔算多。我開始發現，其實我見到嘅世界並唔係想象之中同其他人一樣咁差嘅。就好似一份花藝嘅作品咁，一束花入邊一定有一啲靚，有一啲唔靚，有啲開得靚啲，有啲襯色冇咁靚。如果你對眼淨係望住嗰朵唔靚嘅花，你就會覺得成束花好醜樣。但如果你識得欣賞整體嘅平衡，你會發現其實靚嘅花佔咗大部分。職場入邊雖然間中會遇到1、2個拍台阿姐，但其實大部分學員都係客氣氣氣嘅。我哋唔好因為一支唔靚嘅花而否定咗成個花園。所以下次當你遇到無理取鬧嘅人嘅時候，或者令你心煩嘅事，不如試下用插花嘅心態去面對。第一，唔好着相，睇到嘅衰嘢只係局部，唔好俾佢代表晒全部。第二，主動修正自己嘅情緒，唔好俾負能量蔓延。第三，欣賞整體，提醒自己其實身邊靚嘅人事物依然好多。希望今日呢個職場保鮮學可以幫到大家喺煩囂嘅生活入面揾翻嗰份平衡同寧靜。如果你都有遇過一啲令你成為箭靶嘅職場故事，或者你有你自己嘅療癒小方法，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
記得點讚或者分享俾你身邊嗰位大壓力嘅朋友或者閨蜜啦。願大家嘅心靈每日都好似一盆盛開嘅花一樣咁靚。我哋下次見，拜拜。